非常欢迎大甲妈祖来到云林县。那我们在西螺大桥那边就会来进行接驾。那我想我们还是遵守防疫的原则了可以保持距离，尽量保持距离。但是呢，在人口非常拥挤的情况下，非常难以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我还是呼吁我们乡亲在这么多的人数众多的情况下那可以戴口罩的尽量戴口罩了那如果可以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尽量保持社交距离。那我在这里也特别呼吁我们的这个庙宇在接驾的同时在准备来给我们所有这些香客、这些信徒来的时候也尽量采取可以提供我们这个餐包或是便当或是我们的这些可以比较便利的方式的那可以供餐，但是尽量也不要共餐了我想这个方式还是可以好好的来维持我们这个防疫的原则，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消毒防疫这部分消毒防疫我想我们还是呼吁如果你有发烧的话尽量不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如果你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请你务必一定要戴口罩我想这是基本上非常要严守的一个观念。尽量增加可以让我们这些信徒可以随时都可以清洗他的手洗手的一些地方增加更多的这些洗手的措施，或是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些酒精消毒的这些消毒液来提供给大家随时需要使用的时候都可以有这样充分的一个准备。好。